种感觉就是那种比较有点搔首弄姿啊，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心里面快内伤了，然后还好就是有老师在那边，就是给我一些动作，就模仿他这样子，然后有时候我就觉得快跟不上，我就是慢慢就想他说一切都要慢。我就是憋到整首歌唱完我才大笑。导演跟我说：“亮亮，你要忍耐一下，一定要忍完唱完以后，我喊卡你才能笑。”我说好。大家好，我是李亮子亮亮。这是亮亮，最漂亮的亮亮。我是阿德。其实以前我唱歌真的都是被 KTV 骗，因为 KTV 里面那个声音就觉得说回音不够调高一点，然后 key 太高降低一点，然后 KTV 怎么唱都怎么好听。然后即便以前就是有出去过，就是可能去演唱一些商演台下支持你的粉丝，不管你今天唱走音会怎么样，他们都说哇你唱的好像偏赖。我一直自己觉得说自己好像唱的还不错，结果这一次真正接到正统的，就是台语歌，然后还有蔡大哥的指导，我才发现原来我以前唱的根本就是完全是门外汉，那个行啊来人家底下。其实他音色很好，就是唱的过程中，我们当然会加一些技巧，还有一些细节。但是我觉得他的歌声真的很棒，他很认真，非常。因为蔡大哥他们真的是很认真在教我，真的我忘记也都得啊，可是他真的把他毕生所学教我，然后哪边的技巧怎么样，然后甚至因为技巧这种东西绝对不是一天两天，他们练了10年功，我要1-2个晚上或这样子短时间内把它练成是不可能的。其实不敢说教了，就是说在唱的过程，可能哪里出了一点问题啊，掉起来了。可是他真的是如此可教，一点就通。所以就越唱越好。以前我都很害怕说唱歌唱不好听，我都会只有要工作的时候才唱。我平常其实我到后面我会越来越多。因为录音师要录音的时候，他会有压力，他觉得要录音了，而且这是录 CD、录专辑，他哇非常认真，而且全力以赴。你看我们演戏啊，你看得到我的表情跟脸，你会觉得很 easy。可是唱歌我太佩服歌手的声音表情。歌手声音表情真的是我没办法，我觉得他们太厉害了。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录音的时候后来是怎么样？是蔡大哥他们在我那个录音室外面的窗户在那边陪我对唱，然后笑给我看，然后我跟他对唱。开始。对，是这样子陪我录完歌的哎。然后我录音他们比我还紧张。对，因为怕你哪里没有唱。对。没想到越唱越好。对。所以录音室在磨一个歌声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场景，让你越唱越细。因为录音室制作人都在现场。哪里唱的不好，马上拍谁点来，哇！而且很恐怖，就是一句，对，然后一句就是时光稍纵即逝就过去了，你完全不能糊弄哎，就像过去了一句没有转场，它就过去了，我觉得好恐怖哦。对啊，但是不错，越唱越好。我觉得演戏比较困难，我觉得唱歌比较困难。我真的觉得唱歌那不是绝配的吗？你叫我演戏，我叫你唱歌，那不错。最佳组合其实每一个行业就是有，不管是唱歌或者演戏，拢有好问题，还没自己的，只要抓到窍门，就可以把事情做。像你这次在录音室，我看，刚开始唱，OK， 越唱越好，越唱越熟练。然后谢谢蔡大哥，对，非常棒，这次跟他合作太开心了。我相信很多人都想不到，我们这样的一个组合到底能擦出什么，请拭目以待。一定很好听一定要支持幸福歌小水。